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20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交通部长李明干就任才3个月，因为即马红标出讲，伊去交外援，而且已经交10多年，相关的相片对象全拢红压出来，打伫网络顶悬。伊本人伫昨下晡虽宣布请辞，嘛有回失礼，啊那行政院长杜英台有批准，表示尊重。交通部长李明干带平面媒体去昆仑气象雷达站巡视，听天气相关的感测甲生态研究干部。暗过伫结束了后，网络野村一张相片点名医护10年分外前，伊马上更改行程，无照原本行程伫高雄坐高铁上班，了发出请辞声明。交通部处长陈彦碧也正做对本的焦点。交部长这件事吗？谢谢。会影响到整个部的运作。我回办公室，谢谢。先请。谢谢。部长有先告知您这件事情吗？我要回办公室，谢谢。李明干请辞声明表示，个人过去行为造成太太甲亲人真大困扰，社会大众观感无好，表达回失礼，希望唔通因为个人过去行为影响社会大众对交通部甲行政团队的信心。行政回应，杜英台院长感谢李部长为担任公职以来正拍拼伫交通部长任内，致力改善交通安全，处理控诉控3花莲震灾甲开灭风台洪灾表现真好，啊不过尊重伊意愿准时。他很多事务有他的专业，他处理的态度也非常的明快。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他对公共事务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他不想要影响到他目前一个公务。过去对他的风评跟观察他是蛮不错的一个官员。新政府就职未满100日就折损一个第1大部的交通部长。中兴大学环工系毕业的李明干到荷兰摕到硕士，水利背景80，捌伫台南市做水利局长、市府秘书长甲代理市长，做交通部长92天闪时，也将做台湾改严了后前期上底交通部长。民间团体烦恼交通部长移动会影响国家重大建设延续性，尤其是高铁延伸计划恐惊佫生变。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要用奥运羽毛球金牌王哲林和李勇的名，伫因的母校中山国中边仔的巷仔，甲或者林勇路，啊，毋过这有引起讨论。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就批评讲，安尼做有一点超过。也毋过蒋万安讲，总统赖清德在做台南市长的时，慢慢甲嘉南国小附近的路改做8电路。蒋万安是认为立赢2种标准。这条伫台北市中山国中头前，人来去的巷仔，就是复兴北路361巷巴黎奥运羽球男双李阳、王哲林破纪录连8金牌。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将2人母校头前的巷仔增加别名叫做林阳路。我觉得蛮好的啊，这个给他们一个表扬的机会，然后让社区的大家有个地方可以活动，顺便推广一下羽毛球。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对，只是我觉得需要给人家一段适应或了解的，对一段过程。李勇感谢被肯定，暗过认为林阳2人无法度代表台湾羽球的全部，希望唔通抹去前人的努力。暗过民进党伫会议需要批评，蒋万安是政治操作的手法。这期蒋万安唔敢改动中正路，暗过蒋万安回击，林阳路是用别名，唔是改路名。佮点名赖总统伫台南市长任内，为纪念8电武训，将嘉南国小周边道路改做8电路，环境令人上标。蒋万安市长显然就是一个政治操作的思维。好，我想过去到现在，国民党统治台湾治台时期，那为了他的统治的需求，大量的去用路名的设置来达到他们要的政治目的，让所有台北市民记得李阳、汪麒麟他们为国家、为台湾在奥运赛场上拼搏到最后一刻的精神，不改路名，而是增加别名的方式。所以委员的批评我认为是逻辑性。
周晚阁讲到台东的团港路也是为纪念1960年罗马奥运亚洲铁人由团港摕10项全能金牌，强调林香路的别名。市府的教练署审议地方说明会甲在地居民过半同意等相关的规定定数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政治现金假小目的风波，当时咧做竞选办公室总干事的黄珊珊，昨下晡有出来开记者会为回息咧。伊嘛声称讲，目前处理了后，目前加起来已经发现80多条小目有顶达。民众党内即马是呼吁黄珊珊爱撕掉立委，黄珊珊伊表示，目前上介重要的代志是爱查好清楚。民众党主席关天新含政治现金风波，民众党19下晡举行查销记者会，迄时阵的竞选总干事黄珊珊记者会就开始，道声对所有人回息的个性进财务处理过程有严重问题，申报过程正含糊，各公布2笔固定期加真1笔老高的小额支出项目。这次财务处理过程有严重的瑕疵，申报的过程非常的匪夷所思，光停车费、餐费。还有相关的住宿费，其实都有一些被漏登，这样里里扣扣加起来，现在已经有70-80笔。强调所有劳保支出拢有凭证甲档案，查到部分拢无牵涉不法。竞选团队也加速比对，暗过党内目标指向黄珊珊。前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表示，黄珊珊应承是离位了后，阁善后这是负责任的方式。我们所有的同仁会一起面对，而不是单纯的只是保全个人，或者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国体10被提出党部改革，包含财务监督委员会登记合作律师团、成立应变小组、甲善后小组，各点名由黄珊珊负责善后小组。经国体幕僚积极救援兼裁判，也个党内一直拢有财务委员会，为什么拄到总统大选都无呢？民众党他们一直以来都有这个财务委员会嘛奇怪，为什么碰到总统竞选？这么重要的竞选，居然没有这个委员会，到底是刻意的让它不存在，还是说不小心？常常在讲说什么中评会是这个共同的决议、集体决策，但实际上我相信这个决策要做，还是要看皇上的脸色而定嘛。党内还是有中央委员会嘛，也有中评会，还是会看的。事实上也不会邱元健裁判，因为邱元跟裁判会不同组的人。国体强调建立责任政治，既然黄珊珊是迄时阵的竞选总干事，都要将代志做完，所以才会由伊来做善后小组召集人。民众党按算20个开中评会，由当事人来说明了后，才个决议。记者综合报道。伫金门的东定岛附近海峡17早起有发生2只中国船烧亡，其中有1只沉去，目前也有3个人失踪。咱台湾嘛有赶紧倒找。代志才发生无偌久尔，17、18这2天，中国是搁继续在实施巡航执法。咱海巡是证实讲有3只中国公务船捌跨过海峡中线，也毋过无入来咱的限制水域，咱嘛有专程监控。你已经进入中华民国禁限制水域。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影响海上安全交通秩序，请你立即转向驶离。巡航艇已对伊并行监控中国海警船。中国福贵休渔26中昼结束，海巡伫金门南方海峡侦获4只中国海警船驶入，咱国禁限制水域时出动巡航艇应对距离。金门附近海峡同时也出现大量中国渔船。从离于8州中东没有违法进入中华民国限制水域。马上转向驶离。虽然海巡强烈执法，也毋过17透早传出广东线尾礁船只甲福建籍渔船伫东定岛附近海峡烧亡，造成福建籍渔船沉船，3人获救，1人死亡，3个人下落不明。咱国海巡联合现场，中国所救船同齐扩大搜救，也毋过对方也宣布，伫17、18实施巡航执法，讲要到台湾海峡中部以东2海里范围内，向南边到台湾前部。海巡署将持续与友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密切掌握周边海域目标，监控大陆公务船海上动态。海巡证实3只中国公务船捌伫占驶过海峡中线3.2海里，也毋过毋捌进入咱国禁限制水域，拢有专程监控。学者分析，北京最近定利用执法也是定事件名义，污染咱国伫台海主权，想要推动法律战。
他们会利用各种事件的方式去推展他们自己的这个就是治理的范围，去否定台湾本来的主权，然后去把它强行向前推进，然后来看看台湾或者是盟国这边西方盟国的反应。国防部是征集被架次强机高架次强舰伫台海4个月活动，其中4架次强机飞过海峡中线。军事部更加发现强军天宽星电子侦察舰18伫宜兰外海向南航行，推测要征收29名基地飞弹试射的电子参数。台海局势相关，美国杂志发布美日韩台湾也峰会1周年联合声明，佢指出表示努力维持印太和平。赖总统也转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发文，强调台湾努力守护印太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今年第9回风台风球往南韩行去，对咱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咱台湾是继续受低压带，也有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也有外岛规天不时拢会附短暂阵雨，也是雷雨。也若其他所在伫顶部的时是侪云的天气。也毋过过到了后，北台湾各地头的山区有机会会落局部大雨。明仔载开始，咱台湾就会转做稳定，亲像热天同款的天气形态。今仔日的气象署阁有针对花莲、台东发布高温黄色的灯号，也若伫台东今仔日有机会会透小风，高温会到36度。中南部是因为云较高，加上落雨的关系，高温是伫30度至32度左右。其他的所在今仔日的高温是33度至35度。还有风台形成，这是昨在伫咱台湾东边琉球的海域有出现第9回风台风球，也毋过这个风台是行向南韩，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只是讲伫今仔日也是明仔载有要坐飞行机去南韩的乡亲，就要特别注意。也若这2天，咱台湾是受西南气流的影响，南部含外岛的乡亲爱细致上大雨。受西南气流的影响，南部不少民众透早出门要上班，就拄到大雨。中央气象署8日嘛针对高雄和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另外，即马拄好是大流，嘛提醒沿海的民众要加注意。加在这阵雨按算是8日开始就会大大减少。到明天白天，台湾本岛的雨会逐渐的趋缓，不过在澎金马这个区块呢，风力还是比较强劲。明天还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现。另外，8日透早2点左右，台湾东边的海面上已经出现第9号风台风球。气象署表示，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关系，目前看起来会扫对朝鲜半岛去，对台湾未造成影响。但是向热是旅游大过，有打算要去韩国佚佗的民众，恐惊都会受影响。它的环流大概是在比较琉球海面这一个区块哦，并不会对台湾带来比较明显的影响。它未来是比较以偏北的方向去移动，也预估在24小时之内呢，都还是维持轻度台风的强度哦。那如果往西的话，因为它还是在比较温暖的海洋面上，所以说还是有可能会维持轻度台风的强度。不过比较往东的话呢，可能登陆之后强度就会逐渐的减弱。气象署嘛提醒民众，虽然过去这几天气温较无遐烧热，不过对拜四开始各地都会恢复自然凉的天气，高温会升到35至36度以上，民众都要加注意。记者林晓凯台北报道。来关心7月底的凯比风台造成南投国省灾情严重，特别是国省村内德溪巷走山是真热力，人家厝崩落2米深，加上最近有地震，搁咧落雨，所以就烦恼灾情会愈严重。公所和县府即马赶紧咧想办法要拆。另外，伫水里嘛有一板桥当地定起，说互大水冲甲规个歪去，民众嘛烦恼安全的问题。透天厝规个厝会地基也掀起来，厝周围已经向下骹厝差不多2-3公尺。南投国姓乡国姓村德溪巷这个面体，经过7月底开灭风台，规个下陷厝去，即马已经成做鬼楼。这无是前根的植物嘛，所以落来土山就个崩啊。县府请结构技师确定有安全记录，已经搭红单。细5厝住家被影响的住户已经落山去亲戚的厝住，不过上户居民烦恼是最近真侪地震，加上强要逐工拢有中昼过后强降雨，灾情可能会继续扩大。关这路面是真的是处处，有啊处处啊，这多入不我倒，这个拢拆落来哇，盖遐嘛拆落来。哇，
到迄边遐嘛走啊。走山情形严重，当地产业道路已经陷入超过2公尺，附近大部分是顶拿甲槟榔者的千斤食物。居民烦恼土石上软含水量过悬，无拆除的建物会予崩落扩大。公所表示已经甲县府研究拆除机制。希望说水保分署这边还是中央这边，看可不可以有什么一些资源可以来资助哈。伫水里乡咧顶起的明星桥，桥墩的钢条互溪水冲甲弯桥变形，因为这是当地交通要道，居民烦恼就算新桥起好，要安全记录。为了拆一座危桥，而且又建造一座危桥。民众有以为是说那弯掉是被水冲的，其实不然呐哈，是我们要了解它的韧性够不够。公所表示，经过时间厂商甲建筑单位的评估，初步认为安全无问题，会继续施作。公所也做好监督，确保桥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家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疫情过后，观光旅游复苏，今年顶半年出国旅游是大增加，也毋过消费的纠纷嘛对咧增加。今年1月份至7月份，旅游品保协会就有调解1029件旅游的纠纷，是去年同期的1.67倍。来看自由时报，大新金控和新光金控两间公司合并案特别起告啊。两间金控公司的总经理昨昏就去金管会银行局做报告，因讲要用换股的方式来启动两间公司的合并。来看中国时报，托婴中心苦毒囡仔案件不时就发生，为了要防止画面到尾啊拢会拍无去、消失去的这个情形，卫福部自本是规划讲要修正托婴中心监视录影管理办法。要求全国1600多间托婴中心的监视器画面，拢总爱传到中央的云端，避免出代志了后煞无画面。严格经过专家评估，即马是认为讲管理办法内底武法受款不足，有记录，所以即马要大声去改儿童托育服务法专法，来先透过立专法来处理，按算今年底就会送去行政院。亚那家人有一个5个月大的查某婴仔，家属是8月份的时拜托灵母照顾，严过才半个月时间尔，尾啊这翁仔啊是送病院急救，目前也住伫加护病房，因为伊有脑出血。即马家属是强调讲，伊是透过官方的灵母系统，才去找到这个姓周的灵母。亚那检方已经保全证据，等待调查案情。我要翻起来了！查某婴仔听到妈妈的声音，头打起来看，正古锥。这个住伫咧贵人5个月大的查某婴仔，伊的爸母透过贵人市政府的年母系统找到姓周的年母，8月开始和年母告。家属讲，第13接到年母的通知，讲查某婴仔伫咧冰身的时阵去弄到护拿，倒边下面肿起来。到15送去年母引导，无久年母就打电话讲囡仔送急诊。植物人的可能性。跟瘫痪的可能性，他们说目前是可以确定，因为他说已经伤到脑了。他说送急诊的时候已经脑出血蛮严重的，然后加上他现在眼睛看不到了。家属讲，囡仔送病急救的时阵，已经强烈唔知影人。病院讲是正病的脑出血，有可能是互人大力有害。即马人伫咧加护病房。案发了，贵人市长谢国良等人到病院慰问。贵人市政府讲，因为查某婴仔是8月新收的个案，本来是拜16要访视，15煞出代志。案子是8月的新收托案，所以呢，中心已经定在16号要进行访视。比较遗憾的是15号发生了这样的事件。那发生事件之后，访视人员立刻到达医院去了解情况，并做成记录。接获警局通报后，已经立即指派检察官保全相关证据，重建整起事件经过，厘清整个过程中是否有人员涉及刑事不法。家属讲，根据因的了解，囡仔托育的过程，即个有即时影像，监视器内面无记忆卡，所以无录影。希望相关单位会当介入调查，查清楚代志发生的经过。市政府已经通报卫福部备案调查原因。贵人地检署已经指派检察官保全证据，重建事件的经过，查清楚是毋是有人涉及刑事责任。目前去年母引导7点0是无人现，暂时无法度知影伊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中华客户伫顶礼拜才发生民众因为倒粪扫分类的问题，和清洁人员起冤家，想要到顶吉大伫园林阁发生冲突。民众是因为即届是因为玻璃拢回收，和清洁人员冤家了后，阁起卡动手。民众批评清洁人员态度无好，严告清洁人员互拍。即马公诉讲拍算要提出告诉。主管回收车一个到位，附近人摕玻璃拢要回收，不过因为这个社区等的量伤济。去互清洁队讲后盖才阁收，毋过若像态度无好，即个附近人因后生是真不满。地甲等起就安尼尔啦。哦，啊伊就安尼。等着一直骂一直骂啦。一直噼里啪啦一直甲你骂了。对啦，你问就安尼啦。啊，阮囝伫后边听了袂做是啦。哦。所以我来甲伊相骂啦。代志发生伫个17，中华园林一个负责人甲一个姓杨清洁队的队员，因为回收的量伤大，双方伫遐相争，所来即个负责人因后生竟然阁举起来，甚至爬去车顶共拍，要求爱回收的，造成即个姓杨的清洁队员规分数袂少所在拢受伤。园林市公所决定提告。他的一个亲属可能觉得说，同仁的口气可能对这个妇人有一个辱骂的情形，那导致他们火气一上来就持棍棒或者是爬上车，用拳脚、棍棒来去殴打同仁，造成同仁有头部还有身体的一个擦挫伤行为。这个月12，中华客户才发现有民众不满清洁队员提起肠啊无算粪扫，应该分类伫喷的抓甲骂，去互清洁队员报案提告的事件。想袂到无到一礼拜，园林嘛发生纠纷。环保局讲，而且清洁队的车都要按行车记录器，或者是车人员挂闭路器，加强搜证，保护同仁的安全。垃圾车啦，然后还有那个资源回收车，我们都有那个行车记录器。好，那队员他们有的也会佩戴那个密录器来去做搜证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好，那请民众多多配合我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垃圾分类的一个政策。曹姓民众见状与队员发生冲突，本案1妨碍秩序、妨碍公务、伤害及妨碍自由等罪，函请彰化地检署侦办。中华管委7月份开始提悬粪扫体温的标准，加强管制粪扫的分类，甲检查粪扫袋内底的物件。到单发生2件冲突，主要的原因就是检查袋内底的物件，也有粪扫大细型称温的认定无同款。也让警方是甲负责人因后生以妨害特殊、妨害公务、伤害、甲妨害自由等罪嫌，函送中华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以色列特拉维夫市19暗发生爆炸案，造成1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死者是涉嫌炸弹的嫌犯。以色列当局已经把这个案件列作恐怖攻击。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国、伊斯兰圣战组织拢承认这是因做的。以色列的警方已经提悬安全警戒，也让咱驻以色列代表处发出公告，提醒当地的台湾人要注意安全。无远的所在听到爆炸的声音，也有火光。以色列第2大城特拉维夫19发生一件汽车爆炸案，造成车顶1个查甫人死亡，一共1位经过民众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局甲警方联合调查，确定是恐怖攻击，是死伫车内这个查甫人引爆的。אנחנו יודעים שהגופה המרוטשת היא לא של אזרח תמים שעבר, אלא זה שנסע עליו את המטען. האם זה פלילי ופח"עי? מוקדם להגיד. יש לנו קושי כרגע בלזהות את האדם. 哈马斯甲巴勒斯坦圣战组织讲，这件自杀炸弹事件是因所策划，也讲以后会发动国家级自杀炸弹攻击，来保护以色列国防军伫加沙走动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警方已经提升安全警戒，咱国驻以色列代表处也发公告，提醒侨胞注意安全，以下冲突正歹化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开战以来第9遍访问以色列，伫耶路撒冷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进行3点钟的会谈了，以色列答应支持这项化解停火意见分歧的过渡提案。It's now incumbent on Hamas to do the same, and then the parties, with the help of the mediators, the United States, Egypt, and Qatar, have to come together and complete the process of reaching clear understandings about how they'll implement the commitments. 布林肯也讲，以色列答应要派高阶的谈判代表去卡达或者是埃及，和这项提案会让加速进行，时间正案要赶紧做。和哈马斯掠去连接因的家属伫会场外口示威，叫布林肯尽一切可能达成协议。Unfortunately for us,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s not doing its best. It's dragging its feet. It's torpedoing its own initiative, all because of political gains. And we want to thank the American administration for putting this effort on the both parties.
以下冲突已经造成超过4万人死亡。双方虽然不伫咧11个停火，并且交换连接，不过尾啊谈判就卡掉的。到即嘛，还有110个位连接被关啊。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译。战争是真的，接来咱来关心天灾。洛西阿湾东地区18早起发生规模7个大地震，接落来各分2座火山喷发。因为地震的中心附近有大型的海军基地，目前是无传出灾情。另外，伫土耳其西南部热天旅游的观光景点爱琴海的城市是发生火灾，有43栋厝烧了了，有26个人受伤送病院。厨房内底物件开始大来害大来油，18早起拄过7点，洛西阿关南地区勘察加半岛发生规模7个地震。Эпицентр землетрясения находился в акватории Тихого океана в 108 километрах юго-восточнее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Камчатского городского округа. В отдельных районах Камчатского края это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Камчатский, Вилючинский городские округа. 地震发生了后，勘察者甲千岛群岛北部的黄岩岛有2座火山喷发，火山khu称到5公里悬，当局也捌针对空中交通发布警报。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市是一个人口超过18.1万的港市，4块位有火山围绕。甲洛西阿一个重要的藏水艇基地过一个晚上对看，真侪专家认为，这摆地震可能是勘察者半岛东南部发生更加强烈地震的兆头。伫土耳其西部位置关关山堡，风景真好的庄头因为野火侵袭，天堂梦幻的景象变做地价。过去几天，土耳其第3大人口爱琴海城市伊兹密尔4块位的森林山坎发生大火，厝建筑烧了了，农庄内的特生死亡。Benim 12 tane koyunum vardı işte. Küçük baş şeyler vardı, tavuklarım vardı. Onlar yandı. Köpekler vardı, köpeklerim yandı. Bunlar yani. 当局表示，野火伫强风的助长之下，小时间真歹拍花，即马大部分已经控制，也不过拍火工作继续。这是土耳其今年热天以来上大的一场野火，除了土地，也阁有大范围的草橄榄树花园，甲芳香放烧了了。公司新闻吴伟林编译。英国科技业的好野人麦克林奇和另外5个人，19日时伫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海峡失踪。因的船只那亲像是拄着风暴船冰船，伊的牵手和其他14个人是有顺利活落来。林奇进前是涉嫌一件美金110亿的诈欺案，伊伫6月份的时才被判无罪。救援人员落去水下搜救的时阵，当局讲已经找到一具尸体。参队人员伫咧出代志的所在，西西里岛的波尼切洛近海，差不多50公尺深的所在搜救。英国科技界好野人麦克林奇也是这批失踪者之一。西西里的民防官科辛纳讲，因伫咧唔对的时间出现伫咧唔对的所在，一个水校伫暗时会有水灵港，林奇因的好朋友顶就会降去。边后一台较大台的船斗相共救人，救起来人包括林奇的牵手。Chiamiamola così aziendale, nel senso che molti erano colleghi di lavoro, sono molto provati e chiedono continuamente delle persone. 59岁林奇，互人讲是英国的比尔盖茨，今年6月才因为诈欺案被判无罪。这件案件是因为2012年，交于一间软体公司奥特纳米用110亿美金的计数，维护美国电脑大厂惠普，被指控涉嫌优待计数。林奇否认有不当行为，并且把惠普 HP 形容是一台技术出代志的列车，被判无罪，总算替伊平反。因为迄当阵共犯也被告的奥多纳米前财务长张伯伦也判无罪。不过张伯伦顶礼拜六伫英国剑桥出车祸不幸死亡。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镜头来泰国，泰国前总理戴克辛自本是这个月底才放放出来，也毋过拄啊好7月份的时是泰王72岁生日，伊有特写5万的表现较好的范人，所以伊嘛趁机会提早出来，所以伊伫18时嘛有去参加伊查某囝陪东丹接任总理的仪式。一路车就甲查某囝贝东丹拥抱，穿白色的军装。泰国前总理戴克辛甲查某囝做伙行入去政党为泰党的总部，准备出席查某囝接受泰王吊书，出任泰国新总理的仪式。泰国国会16表决通过，由贝东丹出任新的总理。18贝东丹接受泰王的任命仪式了后，公开承诺会平等对待所有人民，而且专心替民众服务。I promise to serve everyone equally and wholeheartedly. Every age,
every gender, every diversity. Together, let's turn any challenges into opportunities. 白东丹表示，就职了后会处理包括经济改革、改善健保的政策，增强所谓基础建设，加强国家的软实力。上近9月底，得提出更加具体的政策。伫北丹东的父亲是有政坛不顺了名号的戴克星，今年74岁戴克星因为贪污罪和判刑8档，佮因为健康的因素，和特赦减刑到1档。今年2月中旬，用身体不好的理由申请假释，得到批准了后，原本要服刑到8月底才当释放。结果7月拄好拄着泰王外籍拉龙宫庆祝72岁生日，得悉差不多5万名伫港界内底表现真好的犯人，其中就包括戴克星，和戴克星会当提早释放，参加细汉查某囝的总理任命仪式。另外，戴克星伫2015年伫韩国接受访问的时阵，因为讲的话牵涉冒犯泰国君主，今年6月18号泰国总检察长办公室起诉，再到举办听证会，伊穿黄色的鞋子来出席听证会。เป็นคดีที่เกิดช่วงหลังการปฏิวัติใหม่ก็คงเป็นการใช้กฎหมายกับชาวบ้านไม่มีอะไรต้องมา虽然戴克星认为是政治因素受到起诉，不过若是罪名成立，有关有可能互判上悬15档的有期徒刑。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路透社是报讲，2只德国军舰伫后个月有可能会通过台湾海峡。若是真正有影，这是20年来头一届。德国的海军是表示讲，天气会是关键的因素，嘛讲通过台海会受到中国海军严密的监控。另外，美国和加拿大最近一段时间嘛有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来关心菲律宾和中国19伫南海附近海峡，阁发生船只烧龙的事故。中国即个是指控菲律宾的防卫对船舰以无专业而且阁危险的方式去弄中国的海警船。不过菲律宾这边是指控中国采取侵略性的行为，升起无空。加在这3代志是无造成人员伤亡。来看路透社是报讲，尼加拉瓜的政府官方公布顶悬宣布有1500个非政府组织违法，因为因无透明去公开捐款和债务，所以因国家要没收这组织的资产，其中大部分拢是宗教团体。尼加拉瓜已经掠超过5000个民间团体、社会组织、私立大学，也有媒体机关。外界是认为讲，这是因国家在打压民间的团体和社会组织。镜头个等下，咱过来关心花莲凤林有一个姓齐的车主指控旧年借车予一个查某警察了后，不过这个查某警察说直直拢无去交代讲车尾也走去倒位。尾安尼，伊是伫60多公里的花莲车头找到这架车，不过即马这个警察讲伊要告这个姓齐的查某人妨害名誉和恐吓，双方即马讲法无共款，到底真相是安怎？爱过来调查。前方测速照相，速限50公里。超速提示的声音伫咧响，不过开车唔是车主，车主其实是讲，去年12月，伊架车借予支援凤林分局一位保险总队姓周的女警，互伊开车去派出所上班，但是对方所开伊的车开去60公里外的花莲车站，所以无牌也无讲车伫倒。你讲足冷的啦，伊本来拢甲我借多摆，尾也甲我借车，我八天有找无车啊，伊就开始一直骗讲伊伫上班办案。此前一尾也是伫收费停车格内面找到车，甲代志铺伫咧网络顶。这位女警甲另外2位警察做伙来引导会室的，不过警司激动甲酒官仔讲破，富源派出所所长伫咧扣报的时阵，砖头挂着。我白纸写互你，伊开遐尼紧哦。那超过40公里，我再新车我，牌会掉呢。如果说有被扣牌的话，他这部车也不要希望说要由我们中型警来买下这部车。警方确定姓周的女警伫咧借车的这段时间，并无超速等相关的违规记录，不过对女警纠纷维持是该记新界。但是对车主的指控，女警是提出妨碍名誉加恐吓的告诉，双方当事人将会等待司法调查，查清楚代志的真相。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昨在8点外伫新北市新店，有一个74岁赛车的驾驶，伊是甲油门当作挡啊，规只车全规个冲出去，弄到轿车奥多麦加强26台。
但是即马要安怎来降低老大人的交通事故？有专家是建议讲，爱强化科技辅具。严格嘛，有学者是认为讲，中辈中车在换驾照的检测，但应该爱做甲更较周至。画面内底这只轿车是驶了真凶，规排乌托摆是互伊弄到外高起窜，一个手超过20台，规个去互扫倒去。伫咧停落来进前，搁去弄到一台多管客停车。哎呦！这只多管客停车车拄插好，无到1分钟，司机人当伫咧车顶休困，雄雄去互弄着。虽然人无代志，毋过去互弄着嘛是惊一条。新车，热车才看的哦。有啊，新车好像我袂有啊，惊着我血压要飙高。代志发生的地点伫新北市新店，规涂骹拢是机车的零件，而且阁有几只乌托摆规个变过。根据警方的调查，这个赛车弄着规排乌托摆负责人，今年74岁，有驾照。19早起8点外，意外入去如意街，若像甲油门当作是挡啊，雄雄失去控制，抓直冲去，造成26台汽机车受害。一回头看的就是那个黑影当刷过去，他是说他不小心把那个油门当刹车踩，他是自己这样讲。被撞下来啊！你看，整个都毁掉了，我现在都不知道能不能发动啊。根据交通部的统计，侪伙人骑车赛车发生交通事故，从2019年39000件，2020年44000件，一直到去年已经压关到56000件，而且当年是愈来愈多。未来是不是可以有鼓励用科技的部分确认呢？前面可能有车或什么之类，根本不适合加油的情况，它会配合这种外在这种科技的 sensor 直接来去处理这些议题。照目前的规定，民众满75岁，每3年都要定期换照。为了强化交通的安全，交通部已告修法，无分年岁，只要逢认定是高风险的驾驶人，会按违规的程度来分级。分核发也是换发2年至6年短期的驾照，按照10月底的实施。台湾目前就是3个测验在筛，有一点点太简单了。还有一群他可能轻度失智、认知退化、反应速度慢，或者是多重功能上面都有轻度的一些退化。这个目前的筛选是没有办法抓到。为了提升社会人的交通安全，专家毋但提出完整科技的辅助，嘛建议强化大众运输的普及性。有学者认为讲，社会人换发驾照相关的评估甲测验，目前拢伤过潦草，无法度筛选出所有潜在高风险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也让卫福部根据卫福部的统计，交通事故是国人10大死因内底占第8名，其中65岁以上死亡率上介悬。台北市的监理所即马就要加强高龄驾驶的教育宣导，希望会当减少意外发生。监理所人员示范公车门防夹的系统，若有物件开掉咧，门就会随拍开。这是今麦台北市上新型的公车。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有22%，外超过20%已经是超高龄县市。为着要照顾侪老大人和大众的安全，台北市区监理所拍算要甲公车门道改造有防夹的，嘛算是要为老大人打造更较友善的环境。包含就是我们有提供一些高龄的驾训的课程，还有一些高龄的跨机关的交通安全的演讲。那另外我们对于这个管辖的一个客运业者，我们也提供了一些乘车的一些优质的一些环境。我想未来我们会把它推展到各监理站。台北监理所嘛和台北市卫生局合作，签署高龄优先场合宣言，未来要加强高龄驾驶的教育宣导，设置年底功能检测区，也有逐年的急救训练等等，来降低老大人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健康服务中心会提供所谓这个高龄化，特别是我们的这个高龄长者的一些需求，老人家会来参与的长照这些，我们都会在持续的在加强这几个部分。为着要落实高龄友善场合，台北市区监理所拍头阵指出，未来因会对管理服务环境甲教育训练适度方向来做，嘛希望带动其他监理所推出友善老大人的服务。记者卢尚如、郑俊由台北报道。交通的问题、高龄化的问题，也有一个问题，大家拢真关心，就是厝价。厝价即马直直起，总统赖清德嘛有讲要扩大租金补贴，严格即马就风声讲厝头家哪亲像要趁这个机会过来起租金。有民间团体就反对讲租金补贴颠倒害厝税钱直头在变悬，认为政府要想好相关的配套措施。专心拍电脑整理资料，
当咧读硕士班的吴先生，就算休热，嘛是留伫正台附近细厝的所在，准备论文的资料。已经伫即个无甲4坪细厝的所在待要3年啊。因为政府扩大租金的补贴，加上厝头家真照顾学生，每个月4500的租金，补贴了后，一个月厝租无甲1000块。房东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就租补贴要写，可能契约比较详细嘛，然后他就会愿意帮我们再重新写一些更详细的契约，然后可能有些产权也都弄得比较清楚，这样，所以房东也就没有什么意见，就帮我们补贴。吴先生讲，伊是正式的受惠者，不过即嘛厝价愈来愈悬，总统也强调扩大租金的补贴，不过说传出有厝头家趁这个机会要起厝租。NGO 团体嘛烦恼讲，补贴厝租会互市场产生副作用。其实政府现在是都没有办法控管这件事情的，因为租屋黑市的关系，政府也不知道说到底哪个地方因此而涨得特别的多，对，所以就很难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住宅政策。长久以来研究细厝行情的学者认为讲，实务上厝头家起厝租的形态，可能伫签约进前就甲厝租定幅较悬，或者是换约的时阵，趁机会要起价，因为政府若是要观察趋势。在网游的时阵，这是重要观察的指标。萝卜棒子其实都一定要给，不然就会变成说到最后有一些恶意的房东，其实我们也对他没有制裁的话，其实这样可能很不好。核定我们已经超过60万户，表示什么？民众对这一块其实他是申请是很踊跃的，表示他的确需要政府来给他做帮忙。NGO 团体甲学者认为讲，相关的配套应该做伙考虑，若无会互政策变质，无法度实践基础正义。不过，面对各方的质疑，内政部讲，核定补贴的户数，高达已经申请受理案件的数量超过80万户，核定案件数成长超过60万户，显示租金补贴的政策有降低民众大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咱全台湾病院即马拢有欠药师的问题，伫疫情的期间，药师减2成，所以即马有真侪大间病院拢已经引进自动化设备来减少药师的负担。检甲学者是认为讲，调整健保制度和分级医疗，才是改善这个情形的办法。扫号码了后，荧幕虽显示爱配偌济药仔量，机器检自动甲药仔款好势，这台药品调配机通节省药师找药的时间，也通降低订单几率。病院药剂部有影真无用，药师轮3班相对平诊所药局加较硬斗，嘛技术流动率真悬。根据统计，疫情时代药师流失将近20%，不过病患数量却一直增加。这些病院用自动化设备来降低医师的负担。资料的收集、筛选、检核，咱都当透过这 AI 的资讯来做这件代志。那药师得当省出一时间的吼，比如讲我要看一个病人，也要感觉剂量调整啦吼。这 过去咱都要一层一层安尼看。药师的调剂最大的一个负担就是他要非常专注的工作，那不然他会就是调剂错误这样。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在门急处。引进了非常多的机器。即摆有科技来帮衬，基比病医表示，一个临床药师得使增加2成病人的照顾量，嘛减少因20分钟的调剂时间。医疗需求愈来愈大，加入药理大学药理学院院长认为，除了落实分级医疗，健保制度嘛要做调整，才通改善医护人员报告的问题。药师的一个给付都是靠你调剂一张处方签，那你有多少钱？这不对，整个从接受处方签到他要交的时候，他有很多专业的地方，比如说他有专业性的判断，那他还有咨询费用等等的这一些，我们希望赚我们的专业服务费，不是在赚一些业务外的费用。健保制度要改，就是在给付方面，我们是要重视到各个医师人员他们的专业服务的一个给付。病院指出，即摆已经无法度转去到药师无欠的时代，目前因有重新调整药师的工作量，某部分是靠调薪水、增加升等的机制，唔能甲人才留落来。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目前咱全国6都内底，敢若台南也无做捷运。即摆有风声讲，台南捷运要含日本 Okinawa 同款做高架桥单轨道的形式，也若第一期南线会甲永康和东区相接起来。台南市捷运工程处提供的未来捷运意象影片，将捷运主干架悬伫原来安全岛顶面，会当看到采用甲日本 Okinawa 同款的高架单轨形式。完工了后，也是台湾头一条单轨捷运系统。另外，除了原本进度上紧的南线之外，第一期南线延伸线可行性研究13也得到交通部原则审查通过。它是一个 Y 字形的路线。
那主线是由仁德转运站往东到关庙国中，然后支线也是从仁德转运站，然后走182，然后到台39，再往南接到高铁台南站。那全长是15.19公里。那整个蓝沿线总共设置15个车站，1座机场。台南坐运南线规划民国115年底动工，向120年完工通车目标迈进。第一期南沿线采用甲第一期南线同款的高架单轨系统，将范围为市区提升到归仁、关庙、仁德、嘉沙仑、中正区下城。主线尖峰时刻上笔直，会当达到每4分钟1班车次。支线7.5分钟就有1班车次，提供居民通下通勤、加高铁乘客来往市区的优质运输服务。市区的比较不期待，因为大部分台南人都比较习惯骑机车。那如果是说这个捷运是通往高铁的部分呢，我就觉得非常的便利，一般市民啊，还有一般外来客呢，就帮助非常大。不过，原本规划台南捷运红线、高雄捷运红线互相串联，却因为捷运系统形式无共取消。另外，要加速进程，测试南线甲南下线两计划建设时程同齐。台南市交通局已经在去年启动办理南沿线综合规划作业，相关的都市计划变更甲宽屏也配合机停展开，预计今年底就会当提报交通部审议。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地号名、站名，无论是用台语也是客语的报音，常常拢会出现无照地方的腔口，无就是讲唔对的情形。最近监察院就传出讲，要研拟一套发音的根本和纠正甲心在机制，引起讨论。学者是表示，教育部其实针对台湾地号名本土语发音有做过调查，地方政府会当加利用现有的资源。南海天气。最近监察院传出讲，为着要让大众运输业者在报本土语言的站名公布等等，避免讲唔对，打算研究一套根本和审音机制。实际上，2019年教育部早就委托台大地理系做以本土语言标准台湾地名计划。因的研究团队实践去到各地调查，嘛请专家来审查确定发音。嘛参与过审音的学者认为，若是政府有影要建立审音机制嘛，应当积极运用现有的学术资源。伫咧使用上，特别是咧地名还是人名的时阵呢，一定是爱尊重迄个腔口无问题。所以唔免特别统一，而且无共腔口，唔是无共语言，无共腔口的人，讲无共腔口，共一个语言人，也是会当沟通的。另外，有无语团体嘛指出讲，大众运输在用本土语言报站名、地名的时，侪侪拢无照地方的腔口，甚至嘛有讲唔对的情形。这个问题已经几若年了，若阵政府有要重视这件代志，因呼吁地名除了爱尊重地方的讲法，嘛强调地号名的文书价值。比如讲罗东，咱感觉是什么所在的东边，其实毋是，伊是就是讲白话话的罗东，伊是这个高的意思。所以讲地名有正确的念法，看起来是哪像咱呼一个名尔，但是实际上伊是咱人甲咱土地真重要的一个连结。针对这套根本和审音的机制，在维护语言腔口的多元性议题上引起真侪讨论。监察院表示，根据监察法第26条，调查定位案件因袂使公开，到规个结束了后才会对外说明。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文化时间界，咱来看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团队为着要互民众会当了解无同的宫庙文化，透过因家己做的刀啊、耍、刀啊衣，要深化民众对民间信仰的认捌。学生囡仔诚心跋杯，因毋是伫咧宫庙问神，原来是伫咧以刀啊耍。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角色，刀啊耍的牌啊有新明星、小妈祖，阁有跋炉主，也阁有无共的道具卡。这套众神之门的刀啊耍，是中山大学经过4档阴庙调查了后的设计，游戏计将甲高雄4间阴庙做结合，拜庙的仪式甲民俗活动拢合做伙，民众透过以刀啊耍，就会当认捌阴庙的历史甲特殊的科技。我希望透过这种较活泼的形式，互咱的玩家更加亲近，更加认捌咱的阴庙的文化。不一定讲爱随亲近，不过认捌、认识咱的阴庙是化解这种陌生感的第一步。咱会当行入这个庙宇内底，咱看讲咱逐个庙伊内底所隐藏的故事。
伊的人文伫咧倒位。这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所开的课，罗景文副教授嘛表示，为着克服学生囡仔心内惊惊，伊的课程嘛会先了解阴庙的文化、甲拜庙的礼俗。不过，接落来开始实地调查了后，才发现研究阴庙是困难重重。阴庙伊的过去的历史啊，大家无啥了解，毋若无啥了解，大家佫无想要去磕，所以变成讲伊有两重的困扰，就是无了解伊的人物。伊的历史，这套阴庙的倒仔算，毋但是学生囡仔研究的成果，罗景文嘛寄望未来会当甲倒仔算提起宫庙，甲信徒做互动，透过算游戏，嘛当提醒大家台湾的民间信仰，较很得人提起的部分。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因伫家己六卡嘅创新团队，为着要互在地旧厝会当活化再利用，举办野队结合社区走图，啊，阁有希望讲来参加嘅人会当更较了解遮嘅历史。嘛，讲嘅师傅甲囡仔来替整修好嘅老家具插保护插，边仔阁有桌啊、窗仔门，拢等要来重新整修。六卡乡嘅地方创新团队举办野队工作坊嘅活动，互大家做伙参与老厝嘅活化工程。参与阮嘅老屋嘅装点。所以我们有透过意识，就是说艺术的行为，啊，还有来透过咱共创的行为来创造这营队。嘉义县六卡乡在地创新团队六卡青实验室伫休热期间举办地方创新的营队工作坊，除了做伙整修老厝，佮结合社区的景塔，希望互参加的学生囡仔培养对生活环境的观察甲参与。因大家的物件学转去，啊，因都会使去思考，那伊的家乡有啥物款的特色，然后会使去发挥，还是。进前无发现的，啊，透过阮安尼带因出去行行，啊，互伊有新的想法去发掘更较侪物件。即摆拢住一大楼啊、公寓什么的，拢想过市区啊，无互伊带倒来庄脚，来看卖讲庄脚囡仔的生活是安怎。六卡青实验室表示，多元的体验内容结合多共议会合作，就是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唔但会当增加对在地的认同，嘛替偏乡搁找到会当发展甲延续的文化。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也伫中华受歌戏团举办演习营，互囡仔来学唱歌戏，学基本的脚步手路。每安尼才上台搬因人生的头一出歌戏，来参加的囡仔拢感觉真趣味。精彩的出场，当然唱歌戏嘛无问题。伫舞台顶搬改编的歌戏、古册戏，用白风挂水，大家演员看起来拢真有班，但其实因拢是头摆搬歌戏。中华有歌戏团举办演习营，互囡仔人学歌戏的基本脚步手路，安怎练脚本，阁有花椒盐、北风调才会变调啊。基本上就是咱一定有拉三棒。啊，过来就是左右云手，啊，阁有一寡基本的，比如讲咱的唱仔有剑指啊、莲花指啊、观音指啊，啊，阁有掌甲棍，这做基础的物件拢一定会教。3天的演习营，最后互学员上台演出，验收成果，会当抹粉穿戏服，虽望囡仔人拢真欢喜，但是体验过嘛才了解，戏棚顶1天，戏棚骹3天的辛苦。穿这衫足热的，化这妆，要食物件啉水就很困难，真好耍，后摆阁来。歌戏的台语的用词会甲咱平常时较无共款，所以爱搁较认真咧去练习去注意。主办单位表示，歌戏伫台湾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举办演习营，除了要互囡仔了解这项本土的剧种，透过上台表演，嘛会当培养因的自信心。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马来西亚之前有宣布讲，因想要学中国的鸟形外交，所以因即摆是推出新鲜外交。也毋过呢，因这款做法是引起保育团体、保育组织的批评，所以马来西亚政府赶紧甲改做是要互贸易对象来受用。马来西亚商品部长佐哈里18宣布修订版的红毛生鲜外交计划，为马来西亚进口山上游的公司应受用红毛生鲜。不过，这生鲜未必送出国，是留伫国内的原生态地生活，确保生鲜甲森林拢受永久的保護。We can contribute. We make sure that we do almost
frequently or regularly we would do a survey. 马来西亚是排第一年的后边全球第2大山樟油出口国，这涵盖了大量用伫饼糕啊、珍珠巴达这食品、甲化妆品、清洁剂这日用品，各行各业需求真悬，也互大量森林被草掉改种山樟树，直接影响红毛猩猩的生存空间。目前马来西亚沙巴地区差不多剩15000只红毛猩猩，沙捞越有2000只，加上印尼的族群，总数差不多10万只。马来西亚政府今年5月推出红毛猩猩外交计划，想要显示对新民甲生态永续的重视。不过，将珍贵的猩猩加做礼物外送，也引起保护团体批评，因为上重要应该是保护生态地，而且大量增加保育经费。世界自然基金会指出，改善森林管理、甲山樟油的永续生产，这是展现保护生物多样性决心的上好方式。公视新闻是会中朋友。天气报道在含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有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1度。东部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外岛27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我到小金门拄开始咧做。